请问台湾有一句话啦，讲若要趁钱，第一做啥物，第二才是做医生咧。A. 先生 B. 卖冰 C. 卖丁。你有40秒的时间，敢卖40秒？咱无生死娘啊！哦，第一做生死娘，第二做哎呦，关神机就好好啦。来，你的答案是？我的决定答案是第一卖冰，第二做医生。哦，卖冰。所以你的是卖冰。好，对咱来看这里，卖冰对唔对？容易哦，你就8清哦。容易。较侪人是讲第一卖冰，第二做医生啦吼。啊，毋过嘛有人讲倒饼吼。对啊是安怎会安尼？其实若做讲第一医生，第二卖冰，大家可能感觉讲，都一定的啊，医生一定是收入较悬的啊。是所以其实有一个更较快的讲法，就是讲更较侪人讲法，就是拄仔讲的第一卖冰，因为。古早时代吼，即个卖冰即种行业是足侪人做，因为咱若成本真低啦，较简单做啊。所以试过拢有人咧卖冰，卖冰讲起来算利润较悬啦。医生虽然讲收入悬，毋过有人感觉讲，即个培养医生的即个成本足悬的吼。所以你若要安尼比来讲，即个卖冰可能较好赚安尼，所以即个俗语就安尼来流传，讲第一卖冰，第二做医生安尼。是。